上台南采访报道。台湾吧甲故事文艺网站这两个网络平台，对2014年开始，就以自媒体方式来讲台湾的历史。这届因决定伫咧成立10周年这段期间，共同来合作，用网甲同轨写出咱课本无价台湾历史，希望大众会当对无同的角度来熟悉咱台湾。 在2024年，台湾又完成了一次总统大选。中国战机在台湾附近郊游的次数持续增加。台湾吧影音平台甲故事文艺网站这两个网站平台，拢是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自媒体。这两个平台拢是伫咧2014年成立的，今年拄好是满10周年。因决定共同合作，制作一个课本无交代清楚的新网架台湾史。那这10年后其实还缺什么？他们会发现，其实国际间对于台湾的关注开始升高，台湾对于例如说国家语言、本土内容的在意，已经往更深化的下一个层次。这届合作是以海岛人为主题，加入台湾的性别平权、族群议题、甲台海规矩。除了共同制作影片，两个平台嘛联合举办为期6礼拜2624新台湾史运动特展，希望透过展览呈现新的台湾史，让台湾人知影先辈是安怎为台湾民主打拼的过程。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海岛人这3个核心的概念，3个面向其实是不只是台湾的历史，也是我们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个想象。台湾其实未来要走向世界，走向跟环境共存，走向一个多族群的社会。台湾经过日本的统治，白是恐怖，如今面对台海危机，台湾吧甲故事网站平台，希望唔但让台湾人了解国家的历史，嘛希望让外国朋友会当看见台湾人争取民主的过程。因计划伫咧未来创立一个台湾历史平台，甲这个内容翻做10国的语言，让外国朋友透过新的角度来理解台湾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红蚵仔是真好食，毋过食了这蚵仔壳是袂